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的个节目。今日大家都讲嘛，讲咧，讲只动就仪式界。宜兰嘅國際音樂節，呢隻節呢，其實你嘅客家電視嘅風行舞台就是六人，係講鄉親朋友冇去真是參加到安樣嘅藝術嘅音樂節，就咧看電視到深夜初時嘅8點下就2點會播出。不過今日你當歡喜就咧繞牆到，哇！你講宜蘭18六檔南新國際音樂節嘅藝術總監來到節目地度，然後大家來分享有意思嘅故事哦，給大家分享印尼今嘅來賓，其實你嘅李建信先生，歡迎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6档南城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李建新。欢迎老师。老师，你刚刚有没有发现我的那个 opening 讲的速度有一点快？哦，真的吗？因为很紧张。哦，因为我访问大师，我好紧张。我刚刚快充拱条，给他麻烦用尽朋友包含一下子。谢谢。不过今天好开心，可以欢迎老师来到这边，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今年2018我们说第6档南城国际音乐节，国际音乐节。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全世界的团体，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国际音乐节。我想啊，我们常常在说一句话，就是城市因为艺术而伟大。那依然是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小的城市，要办一个这么大的国际活动，其实它有相对的困难度。但是我想宜兰人有个好处，就是非常的热情。那我们就想办法用这样的热情，然后把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透过国际活动把世界带进来，把台湾带出去。真的，那让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的茁壮。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鸿雁，希望世界的亮点在台湾，台湾的高度在宜兰。怎么办？感觉这个 opening 就让我好感动啊！对，因为透过艺术，透过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最好的交流。对，真的很棒，而且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参加这样的音乐节，其实看到都是非常国际级的，来自于世界不同的、很高级的国际级的演出。对，其实是很难得的。像我们要到全世界各地去邀请，那你要邀请他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功课，到底要邀请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节目、怎么样的编排，它其实不是只是一场活动，它是一整个系列的大活动。对，因为10几个国家里面，有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神童音乐家，他才13岁，已经拿到10几个国际大赛首奖。哇！那这里面还有意大利的天蝶，那天蝶它是比较像心灵音乐，那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他，把他的天蝶跟客家音乐结合在一块。对。那我讲一个国际艺术节的举办，最重要就是它可以带动国内的新的创作、新的创意、新的想法。对，所以这次老师是你了解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嘛？对，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团队的参与者。那因为也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说这第4届是第一次 UN 的客家音乐在里面一起跟大家演出。对，因为我想大家讲到台湾文化，就会想到很多人想到的是，比如说原住民啊、汉文化。那我们就觉得，因为今年我们的那个总导演是客家人，所以先拍手一下。他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客家元素融进来？对。那我们觉得客家元素也是台湾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把外国团队跟客家音乐结合的节目，像刚讲的，把天蝶跟客家音乐结合在一起。那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黄佩书老师来演唱客家音乐，但是不是单纯这样演唱，我们就把刚讲的这个融合、交流、跨界，对不对？对，西班牙这个神童的小提琴演奏家，让他来帮我们的台湾的音乐家伴奏。对，那未来像他在国际间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实我们就很容易透过外国的音乐家，把台湾的艺术工作者或是把台湾的音乐
推向国际舞台。是对，因为刚刚欣赏有讲到你总导演嘛是客家人，其实大家对佢听出的动手哈，他就是浩翔嘛，我们的浩翔老师。因为系讲有可能客家电视感应，其实对浩翔老师还有对配书的傅松改手都很熟悉。你这是老师，你是第一次跟浩翔哥合作，对不对？浩翔其实我们在今年的3月就有合作，我们办了一个国际艺术主席会议，那就很多外国的国际艺术主席都到宜兰来开会，那我们也共同发表宣言。那这里面，因为我们有办了一个艺术让世界更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在国际的偏乡，在印尼的偏乡办了一个学校，我们就免费教他们的小孩子念语文跟音乐。在办的时候，其实我问了很多浩翔，请他给很多意见。我说，这个名词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浩翔是艺术界的专才嘛，他给了很多想法跟很多意见。后来我们就这样常常沟通，就变成好朋友。那我们就想说，其实这样的艺术节，它需要一个这样的总导演来扛错所有的节目的品质跟节目的流程。对，那你跟浩翔哥合作，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整个，他除了他在专业上面的使用之外，对的选择，所以你在想对的选择。因为通常在访问人的时候，有没有就不想要听太多，就是这个很那样子，有没有想问一些？对，就是其实我在想对的选择对有很多人是很难接受，因为当你找一个专业人专业人有他的坚持那你也有你的理想。当然会有很多时候是碰撞，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对党篮球国际音乐节，透过浩翔跟其他专业人士加进来，他确实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讲在介绍贵宾时间到了就迟到了不介绍了，对，那可是一定会有人迟到嘛，对，那市长就特别把那个名单要递给浩翔，对，那我在旁边看浩翔就比那个 no。那市长脸都绿了，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浩翔，我就直接把那个单子绕过浩翔拿给主持人。浩翔之后就说李老师，我说对不起，下不为例。李老师，你怎么可以越过我拿给主持人？我已经跟你说 no 了。对，但是这个我这次跟浩翔，这样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民间单位在跟公部门合作，对，也需要有一个人让他知道，是有些事情是要有规矩，而且我觉得是彼此学习。我觉得台湾在跟很多的我们说公部门在跟很多的艺术团体合作的时候，会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模式或习惯，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中间也是有一些碰撞，要彼此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浩翔导演。no 这件事情，因为直接跟对方讲总得。如果没有坚持对，像你会看到很多节目，其实我们有协助很多单位办活动，他的规划得很好，整个活动1个半小时要结束，对，结果一拖了2个半小时。而且老师这个经验我也很丰富，通常在表演该艺术团体在讲得很好的时候，突然说让我们来欢迎Lois马盖，有没有？对，刚刚不是在看舞蹈，突然来这一个，然后我们大家来掌声欢迎分享一下，对我们好像很习惯这样。所以这样一个国际的活动因为第一个它来自世界这么多国家，所有东西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真的。有一个总导演进来，因为我们就可以专心在其他的服务然后其他节目的安排。对，那浩翔跟做成就当成行政跟所有的表演，还有跟对外的一个整个连接的窗口。这样避免会有一些有的时候这边忘了哪个什么，这边忘了，所以互相监控、互相管理，才会让这个确实达到一个国际的水准。是，而且老师其实你看，这是你跟浩翔老师的一个彼此的互动跟关系。刚刚讲到很多国际的团体也是有很多这样沟通上面需要互相碰撞。对，因为老师就是说有很多国际的团体，其实你们在国际团体的沟通上面一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碰撞，所以就像说，其实谈到这个，你可以想象，他们有些人可能宗教不同，有的不吃牛肉，有的不吃猪肉，有的是素食，有的不吃海鲜，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所以像比如说，如果要谈点有趣，我们一开始接到那个意大利的书信我们就觉得他的讲话方式非常强硬。那甚至我们有一个西班牙的顾问就说，他就骂脏话说。怎么有这种人可是都接了。那比如说被指定到要接待意大利人就很紧张
可是当他真的到了台湾，其实他们非常的 nice， 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像他们演奏的是心灵音乐，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平和的人。可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其实在书信往返里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误解。对，可能就像浩翔老师说 ，no， 其实是一样的心情，他也不是。对，像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在活动里面，我们也邀请所有人在那个开幕之前，到妈祖庙去做祈福的活动。那我想，其实音乐节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透过音乐促进世界和平嘛。音乐是国际共同的语言。所以，当大家都不管你是穆斯林也好，基督徒也好，大家到妈祖面前一起，我想一起燃香拜拜哈，这个就是最大的尊重的表现。对，所以有很多人说什么样的非常感动或非常难忘的 moment， 大概就是这个 moment。他们说到台湾来，他们发现其实台湾是很有文化，而且很少有活动在一开始就带大家到一个妈祖庙或是哪里去祈福，这样真的好棒。那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把台湾的文化带出去。所以我们就会邀请所有的这些来宾呢，他们到我们的戏曲馆，让他们穿歌仔戏的戏服啊，学习歌仔戏。那有的人问说，这样是不是很有趣？我说你只要想想看，那个黑人穿戏服比那个歌仔戏的动作，那个画面就会非常有戏。哇，那我想，其实这样的音乐节的举办呢，让我觉得，我们努力希望可以当台湾艺术界的创作的火车头。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啊？那我们就像歌仔戏，我们就曾经把歌仔戏把它原来的那个锣鼓点都去除掉，只用双钢琴伴奏歌仔戏。哇！也用另外一种跨界。对，也请法国的萨克斯风的四重奏伴奏歌仔戏。是。你看过萨克斯风伴奏歌仔戏吗？所以这样的议题，其实是音乐节蛮重要的一环。对，我觉得听老师讲真的，老师，我觉得听你讲，我觉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觉得身临其境。老师真的讲得很棒，我觉得是从线上讲的，其实有一群人按3万就在打拼，希望就在透过音乐、透过艺术，就爱用改文化交流。老师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节，我们要每一年不断的让它。就像老师讲，火车头做一个带领，我们就像一个领头羊一样，让它不断的前进。对，所以所有嘅乡亲朋友，佢講嘅，你嘅投入到配書吼，下堂節目為到大家來分享很好多嘅故事哦，所以非常謝謝建新老師跟我們的分享哈。所以鄉親朋友，聊下你馬上定下陣陣來。大家都了解你2018年度宜蘭這地方丟檔嘅蘭生國際音樂節，上堂節目你看到嘅係呢個藝術總監，我哋同你討論到故事呢度節目地度咯，大家來分享，先來分享嘅係呢個故事王皮書分享。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王皮書。今本日呢，東歡喜做啲來到福喜來咧，然後大家見面。東歡喜配書哈，聽你來分享係馬啥嚟說？呢個討論大家嘛可能動手哦，7號上分享。大家好，我是亞伯嘅討厭，我是7號上。分享，好開心哦！我覺得是第一次看到浩翔老師跟佩書胸哈來，大嘴鼓，兩個人現在笑成這樣，是因為有什麼秘密嗎？因為顏亮啥，其實太熟了，太熟了。你胸哈做些動作擺咧，冇強人嘅表演嘛。因為我錄節目之前開始間你有開始之前開勇敢，你走在打嘴鼓的時間，就覺得兩個人的默契很好，而且感覺上很熟。不過今天好棒哦，你們是一起合作，你講到宜蘭嘅國際音樂節，對不對？而且浩翔哥導演，真勁！而且上一段節目已經聽建新老師說你有多嚴謹，黑貓。對我蠻嚴格的，關於沒有，因為這一次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當建新老師提出來做啲老客家音樂。
老给世界的音乐一起做结合的时候，其实佩叔算是我蛮早脑袋里面跳出来的一个人选之一。对，因为提亚中那么大型的国际音乐节哦，然后你又要有合作，然后又要有开场的气势，然后还有那种演唱的细腻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要找到目前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做得很好的音乐家，对，所以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佩叔，也当然是因为我们默契很好啦。导演好，导演好，佩叔姐，你听到导演这样说，真的是哇。能够站上那样的舞台，有那样的气势，有那样的细腻度，还有感能力，真的。不过导演这次因为就像刚刚上一段节目，建新欣赏讲的，其实亚派有青岛的国际的团体来到亚片同大家，请你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团体？有动到嘅团体哈，真人懂神奇哦，像嘅那个意大利的天鼓，对我。天鼓现在大家好像听到都很熟悉，可是这一次我们邀请来的这个团队，他们其实是天鼓这个乐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就说，这个团体他们是街头出身的，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跟客家的音乐有什么样子的结合？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想了一个方式，因为他的音阶跟12平均律不一样，那当然跟我们客家音乐也不一样，所以我跟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把客家的山歌寄过去给他听，听完之后，请他用他的文化，用他的乐器来创作出一个他跟客家的对话。对对对，故时候提要拜个闭幕典礼，大家就做得宽多。真劲哎，其实真劲，而且这次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跨界的合作，我都好想问导演说，你低沟一本给谈给时间，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回馈？因为呢，回馈大部分都是李老师在跟他们沟通，对，然后只是我这边就会一直在想，跟什么样子的团体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合作。譬如说，刚才李老师有讲到，带大家到妈祖庙前面去拜拜，然后表达祈福，表达我们的对世界的爱与和平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就找了一组是我的朋友，是毛利人，然后我们就请他们到妈祖庙前面来，然后唱他们毛利人的祭歌。这个画面好有趣哦。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说，那你们要准备什么样子的乐器？然后毛利人就很酷，他们就指喉咙说，这就是我们的乐器啊。你有没有觉得有都起鸡皮疙瘩了？对。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音乐结合，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我们的文化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除了我们自己从这块土地长出来的之外，我们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会不断的吸纳外来的文化进来，然后反刍过之后，变成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输出去。导演这样讲我都要哭了，怎么听起来那么感人？对啊，所以我这一次虽然是李老师第一次邀请我来一起合作，但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对，所以那加上以前又做剧场之穷困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想要得到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资源是难的，所以我这一次很感动的就是李老师他会用这样子的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样子的资源，把这么多的团体直接带到宜兰这块土地上来，而且我们看到的是音乐节上面的表演，在音乐厅，在体育馆里面的表演。但是李老师做了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是他让这些外国的团体去到国中国小，跟国中国小的音乐社团做交流，哇，好棒哦！然后带他们到某一些特定的医院跟养老院去，让那些不太有机会可以面对面跟这些国际文化接触的人们，直接把这样子的国际文化送到他们的面前。所以其实这样的感觉，就认为这样子，就像导演讲的，这样子等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表演，它不是只是好像在一个很高级的艺术殿堂里面你才看得到。所以就像老师讲，你看你带到学校里面，你也可以亲自的去面对面接触到。走入人群了啦。对，其实音乐无国界嘛，那其实藉由这样子，不但跟人之间感情可以更交流之外，也可以让他们听到不一样的声响。对，所以像刚老师讲是意大利，像这次西班牙的，听说也是很厉害，对不对？而且跟老师有一个很直接的合作。这个两个都算是古典界的，对不对？
对，西班牙小提琴家他其实就是古典出身，是。那我觉得当初浩翔会考虑找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这个原因。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演出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沟通，对，就是想说要怎么样去融合，所以我们也选了曲子，然后也都讲了大概的结构。可是，一下飞机见到之后一聊，整个转调，打破这个打掉重练吗？对，整个打掉。就说他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曲子，然后再想办法再想办法融入东西进去？就是他先让早期的戏班阿改 Q。然后你让 Andy 他的东西表落去。对，因为我想说，毕竟来者是客，我也尊重他们来台湾演出的他们带来的演出，所以我想说，可能就是之前沟通的全部都要先移掉，那我就尊重他们的意见，我就重新再想着怎么样把客家的元素跟他们的曲子融在一起。是，对，所以你就是真的要看着他们的谱，然后想办法找出山歌可以唱进去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原本当初我想用比较即兴。跟着他的音乐，可能去做简单的哼唱、吟唱。可是后来发现不对，我只有在做吟唱的时候，其实它没有那个，譬如说没有3大调的元素在里面，那它就失掉了客家的味道。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是可以插进去，保留到我原来客家的东西之外，然后它也保留它西班牙的原来的样貌。可是我们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好棒哦！而且那个演奏家很年轻。对不对？刚刚导演有说13岁，而且但是他已经是很13岁，你在干嘛呢？流鼻涕，我在流鼻涕。我13岁还在流鼻涕，他已经在走 demo， 走 demo。因为2位也是一个艺术家，我现在在这个场子里面，我突然觉得自己不知道要怎么样这么跟高级的人对话。没有，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用亲朋友会讲，台刚讲的哇。投入到配书线上流感音共同安用音，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看到，因为你现在没有那一次你没有机会参与，其实我们有去录影，对，所以新年初一160个下9两点是走对款都跟他投入到配书老师讲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其实不止西班牙，对不对？还有其他很多日本，那日本这一次来了3个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由华人到日本，就是中国人到日本那边，然后把中国的胡琴琵琶这些带到日本去。其实日本的华文化也很有趣。为什么刚才我会讲到我们台湾的文化是吸纳在融合？其实日本也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华乐其实跟我们真的认知到的华乐或是国乐其实不太一样。他们也是翻译成他们日本的样式，但是在日本因为他们太喜欢传统音乐了，里面有另外一个团体，他们是日本的，应该叫雅乐。对吧？雅乐，这个雅乐的团体他们大概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是家族式的，所以爸爸吹尺八，儿子就跟着传承尺八，然后奶奶弹日本的应该是筝，然后媳妇就跟着弹日本筝。这真的是家族而且你看要嫁入他们家也要会乐器，刚说媳妇儿，娶媳妇勇敢讲讲，不是来学煮饭，是给我去学。真的不用煮饭，先学乐器。我其实读安用改表演地读投入到配书构书老师本身他们自己也有一段合作的表演，黑马改表演，他跟先聊哈，等下怎么讲。就在绕墙头，你个投入浩翔啦，你个构书配书那个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哇，这一次在兰城的国际音乐节真的好棒哦！大家投入讲，维持都可以，但讲会艺术有吗？会音乐，会肢体，会舞蹈。那个口才真的是溜哈。你维持都可以讲，会你勇敢，只是从旁边站亮之后嘞。可是讲完之后，我是真心觉得，真的活灵活现，觉得好像那个表演真的。一定不能错过的感觉，就觉得好棒、好感动。不过俩团节目爱特别来讲一下，其实导演跟佩书2人也有一段合作。是这个合作算是本来就排在里面的吗？这要问导演，还是也是一个即兴？因为亚拜我会做拖延，嗰時候
就某熊会去表演啊。不过呢，给建新老师他就还蛮坚持，就是有一段一定要我跟佩说老师 Q 他。歌手，我就在想说。因为它是一个音乐节的开场，这个开场我应该要把什么样子的客家元素带进来，所以我就大概描述了一个结构给佩舒老师，然后我就问他有什么想法，然后我觉得因为他对3大调真的太熟悉了，对，所以他就把各种不同的调式跟调性放进来。我们听佩舒老师，我们其实就是聊了一下结构，然后想说既然是开幕，然后我问他说我们要演出多久？几分钟？然后他说大概5、6分钟。然后我们就想说好，5、6分钟我们大概分成3个结构。那我可以一开始唱了什么东西，然后接什么，然后结尾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譬如说可能有比较高音的，然后比较缓和的，或是比较温柔的曲目，就丢给他，然后我们就去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做组合。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有乐器。对，我不会演奏正常的乐器。什么叫正常的乐器？他就说我只会一些很奇怪的哈，比如说打鼓啊、didgeridoo 啊、口簧琴这些。我说没有关系，你只要其实我觉得。以前在唱山歌的时候，本来也没有乐器伴奏嘛，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就是利用越自然的声音反而越好。然后他的乐器是可以出节奏的，他的节奏可以带着观众走。我的声音高或是低也可以带着观众走。所以其实我们2个有点在做交替，一下是我可能比较前面，一下是他。那其实那个结构我们都是先用嘴巴沟通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彩排。曲子也当然都先选好，就是我会跟他讲说这一段歌词可能在讲什么。然后我中间在干什么，然后最后我唱的东西歌词是什么，对，让他了解之后，他给我的节奏也会比较是不会说是太快或是太慢，他必须知道我要唱出来的那个情绪的表达。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彩排，结果一彩排，第一次彩排就成了。不是我们第一次彩排，就是我们大概演了快10几分钟吧，就很长，你知道吗？因为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要加，那个东西也要加。后来还决定说好，我们把某些东西舍掉。对，我们后来是用丢掉的方式，然后让它对，让它可以更精简，然后又可以有层次来表现。所以最后正式演出多长？大概你要问一个比较不足7分钟。将近啦，对，还是很精准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在你要怎么说这个故事。对，因为外国人不懂客家音乐，所以我们要怎么用客家音乐说这个故事？那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式，是我把情境做出来。譬如说口簧琴，它不是客家的乐器，但是我可以用口簧琴做出一种空灵的感觉，然后配说他唱很古老的那个叫什么号子，所以是很高很亮的一个声音。然后中段我用了那个 didgeridoo， 这次有毛利人来，我早上那天吹 didgeridoo， 我都快吓死了。你居然敢在毛利人的面前吹 didgeridoo， 人家说我吹很好，不然你要人家说什么？不是，就中段呢，我用 didgeridoo， 我就想说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比较沉的部分，然后那时候你唱的是，所以我就唱了大谱调，一段是唱比较低的，一段就是整个高八度，就是让那个旋律还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可是会有缓跟比较亮的部分。然后最后面我把大鼓推进来，然后那一段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印象里面茶园它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茶园是壮阔的。对，尤其是当我们到南投啊，那个水沙连那边，对那边的那个茶园，那个一望无际的那个状态，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就想用鼓跟我唱老山歌。哇，对，好浪漫哦。对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唱完之后，最后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高音。是，因为他觉得最后一定要就是要结束在很令人这样子，很气势磅礴，对，然后很激昂，对，一定要有一个那个亮点之后呢，然后再回到平缓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们好像不只是会表演，还会说戏，我觉得很厉害，好棒哦。对啊，
因为那是一早，你知道吗？一大早，然后飙高音这样子。大概早上10点半吧。有很多歌手跟音乐家有曾经跟我讲过，他们如果说早上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辛苦。对。佩叔可以啦，走单啦。可是我跟你讲，李老师给我们的难题还不止这些。对，他很会出考题。对，他是一个蛮爱出题目的人，然后告他状一下，只要他刚才揭露我什么，就是他那时候因为市长要上来致辞，然后对李老师来说，他就觉得啊，用主持人请长官上来致辞，他就觉得好制式哦。可是我们一般都这样。对，然后他就说，浩翔，我觉得这样很无聊，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把它纳入你的表演啊？我说那是什么？然后他就已经不见了，这样，嘿，然后我就他讲完就转头就离开。好，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想了一个还蛮有趣的方式。这就临时要上台前就直接这样做。对，心脏很大颗哎。对，其实因为像在开幕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走位，而且我们的走位是。当天早上，我们在那边有点像纸上谈兵，你是从那边然后走到哪边的时候，你就走到哪边，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就是用讲的哦，然后现场就这样来了，不得了哎，你们就是心脏很大颗啦，也没有多不得了。然后一唱完，他就跟我说：“你看我一眼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寻找那个市长在哪里。”可能要左边找一找，可能要右边找一找，可是实际上他就坐在正中间嘛。可是我们还是要假装一下。那我就会唱，我就会用唱词说啊，对面的阿哥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也是把那个号子，可是不是唱高昂的，是轻轻的，就是我真的是在找那个阿哥，他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跟着他的脚步去寻，然后最后呢，他就找到了市长，然后我们就是等于就用歌声，然后再引他到台上来。我觉得我听完这一段之后，除了是不得了，心脏那个，我觉得很关键的事情是市长一定很开心。对，你想想看，你懂吗？因为市长根本不晓得他会用这样的方式被介绍出来，他搞不好以为你们排多久嘞，搞不好以为你们在设计剧本，谁敢看本土世界16哇，我们今天这个贵宾致辞是这样上来，就殊不知其实你们也是临时啊，没有？哎，好棒哦，这种感觉很棒。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李老师在跟我合作的过程中，其实他给我的空间很大，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找了申全老师一起进来，一起合作舞台。对，就是我们就在想说，像这样子的国际舞台，我们的开幕、我们的闭幕，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国际的团队介绍给所有的人？所以在闭幕的时候啊，我觉得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其实是在一个体育馆的礼堂。然后申全老师他就把整个舞台不但往前搭，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一条走道，在前面有一个小的子舞台在前面，然后后面呢他做了2层的高台之外，他还在中间放了合唱台，所以呢代表我们主持人可以任意的在各个地方主持之外，我们可以让表演出现在各个角落，对。好棒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趣，对，就不会觉得我们一般在看表演的时候，你会很局限，就在前面景千凤跟他的台上，他其实跟你们融在一起的，是，对哈，是哇，用钦佩我们躺头让讲都了，还是这歪七都讲，开幕不得了，闭幕也不得了。不过用钦佩，我们还是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其实你系讲真心某戏都现场看都也冇上过，因为你礼拜走在绕墙台架来看天戏，因为你个封神舞台又1/6，所以哇，节目最后30秒跟大家讲一下，新年的初一拜六下晝2點，聽眾愛看。最後15秒有沒有要？佩叔練了很久，來結尾一下。就主持人講的那一段啊，聽眾講一下，係啊，新年嘅初一拜六下晝2點到封神舞台就得看到2018年以宜蘭朗上國際音樂節嘅表演。耶！好壞，我們好壞。那你用4現在講一遍。總對來。所以真的非常謝謝導演，師母投入呀，師母配出的錄條片，然後大家都講按精彩，又按有意思，又按有意解，你知道是唔好接，明年繼續。好，一起加油！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今年大家在電視前面看完啊，明年邀請大家來到現場，一定要，我覺得音樂表演這些一定要現場來感受那樣子的溫度，尤其是如果是爸爸媽媽，真的好值得帶着小孩子。我光是到宜蘭玩已經很值得了，然後更不要說到宜蘭可以看到國際的音樂。
耶！掌声，好棒哦！谢所以呢，乡亲朋友，真是系讲盲人有限听错许多改变，庆幸来看表演，多两位感谢佩叔，感谢同仁，好，感谢大家乡亲朋友嘅3年下来呢，做人同了。